17代查甫囡仔伊，一辈青春比起正长时，亲像牡丹花开芳味，出家不知等何时。想要来去因厝做，又惊人嫌伊。王先生明明予你的害死。找大鼓声，有钱查甫好名声，新春3月是这4清明，山有山路，领这人行，孤大在厝文兄，准要来去恁厝做，又惊人知影，王先生予你。害了无生命。牡丹长出红荷花，抬头看亲旁。黑蝶也在，特选好花丛。